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长的看守，怀疑去互下毒弹药，当地官员怀疑是罗西亚暗中下手的。以哈休战放人质，互哈马斯放出来查甫囡仔讲，哈马斯逼因看战争的过程，害伊心理受伤害。南非包鱼好价，一年就价值6000万美金的走私，当地乌道更甲包鱼当作货币，甲非法集团换毒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长布达诺夫的看守，怀疑是去互下毒当咧弹药。根据乌克兰官员的讲法，伊是重金属中毒，怀疑是罗西亚暗中下手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的局长布达诺夫因某30岁的玛丽安娜28竟然传出，伊疑似互人持毒，已经断伊1礼拜。乌克兰真侪间媒体报道，玛丽安娜进前身体无爽快，送病院了后是验出真罕咧看的重金属。玛丽安娜是基辅市长的顾问，嘛捌选过市议员。在战争爆发了后，伊含因翁布达诺夫是一直待伫办公室确保安全，但是也是袂互动。乌克兰媒体是因无写名的官员的讲法，讲玛丽安娜伊的食物有可能含掺重金属。情报局嘛有一个员工出现小可中毒的症头，不过经过治疗病况已经改善。那玛丽安娜真正是互持毒，应该含因翁37岁布达诺夫有关系。在战争爆发了后，布达诺夫是真侪摆伫反击俄军的秘密行动内面发挥关键作用。І що я б хотів би підкреслити, важливо, і це різниця, яка відрізняє нас від росіян. Жодна цивільна людина так і не постраждала, що б вони там не казали. 布达诺夫的声势是一直撑起来，但嘛因为安尼，俄军看伊是真刺激。伊发言人讲，过去一段时间，俄国的敌务针对布达诺夫的暗杀攻击有10几摆，遮尔济，其中一摆的汽车爆炸，互伊受重伤。针对玛丽安娜中毒，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拜二讲，怀疑罗西亚是幕后的黑手，但嘛是要等专家判定了后，才会公布官方的结论。但对这个事件，克林姆林宫目前暂时是无回应。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以下休战到换人质甲犯人，昨日去互哈马斯放出来3个查甫囡仔，讲伊互掠去的期间，哈马斯是逼因看战争的过程，害因心理受伤害。所以讲到即阵情绪拢抑阁无介稳定。另外一边去互以色列放出来巴勒斯坦14岁少年家，讲伊伫咧监狱内底是定听到俘虏去互口毒。轰掠52天了后，3位有法国甲以色列相同国籍的囡仔总算互放回来。家属表示，囡仔除了营养不良，身体也袂歹，也无表示因伫这段期间，互哈马斯强迫看攻击以色列画面过程中，一旦有囡仔咧哭，就会放用武器威胁爱因安静。即马情绪也无啥稳定，家属讲囡仔也需要一段时间调息，目前当伫以色列病院接受检查。3个囡仔的父亲也同时轰掠，目前也未放释放。几个名较早放放回来人质也透过第三人转述，表示放关押卫生条件真歹，会当食的物件无济，也无洗身躯，一直到被放放回来的前一天才换新衫。I have 2 children, Gali and Leo. Leo is dead. We didn't make funeral yet. We couldn't grieve on him because we have Gali in the Hamas hands, and I don't want to lose another child. I have only Gali, and I want her back home as soon as possible. 天火5天以来，哈马斯分配释放81名人质，以色列是释放180名的犯人。أول يوم كان في النسوان قاعدين سمعنا صوت النسوان قاعدين بنضربوا صار في عندنا قمعة وتخبيط وكان بده يفوت علينا وحدة القمع بس التنظيم منعهم ضلينا من 7 أكتوبر لليوم 第28，巴勒斯坦指控以色列违反暂时停火协议。伫停战期间，有巴勒斯坦人想要登去家园，说服以色列的军方炮击。以色列军方表示是经过性射击，因为有可疑的武装分子挖进战车才开火。以色列军方强调，这段期间也是会加强备战。不过联合国讲，目前加沙已经有170万人有路无厝。以色列面临愈来愈大的国际压力，要求停火协议延长之外，也要增加对加沙的人道援助。世界粮食计划署讲，为顶礼拜5以来，已经运送物资予加沙超过12万人，不过饥荒风险犹原真悬。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财经新闻。
日本最近有真侪因为笑标 QR code 进入假网站，这信用卡的资料甲个人的资料都互偷摕去案件，而且实际的是去互关钱。因为这阵 QR code 真普遍，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英国约克郡出现头一个人类染到 H1N2 流感的案例，病患是无接触过鼻啊，感染源不明。英国 Times 报道，罗西亚每年国家预算军事费用大增加7成，占总预算的1/3，显示这罗西亚是无要停战的意思。稍后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 Amazon 推出 AI 开讲机器人 Amazon Q， 对战微软甲 Google。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甲股神巴菲特当地打造波克夏海瑟威集团的合伙人孟格99岁过身，金融界名人不世。2030年世界博览会要伫咧倒一国主办，将已经表决啦。落尾是由沙烏地阿拉伯利雅得拍败韩国釜山甲意大利羅馬摕到主辦權。沙烏地阿拉伯即暫時為着改變國際形象，一直咧爭取辦國際活動。2034年的世界杯腳球賽嘛是因辦。第8个得到压倒性通过决选的消息传过来，另外伫半暝的空中是开始放庆祝的烟火，当地民众有的摕手机要记录公园的这个时阵，有的去街落下国旗。يعني احنا متعودين على استضافة العالم في الحج كل سنة يعني ومتعودين ولكن كاكسبو يعني كاكسبو مهرجان ثقافي استضافة ثقافية كاكسبو شيء مختلف. 这摆抢2030世博的主办权是对2022年开始，一开始有5个候选城市是表态参加，除了上尾决选的3个，另外2个一个是罗西亚的莫斯科和乌克兰的敖德萨。在2022年2月后半个月，这波俄罗战争爆发，罗西亚在5月是自动撤回申请，另外一个交战国乌克兰是在2023年的6月，互 BIE 以面对战乱为理由甲抬掉。所以是正积极在准备2030年的世博会和2034年的世界杯脚球赛。特别来的2025年日本大阪的世博会是传出预算大增加的状况。根据当家新闻的报道，伊当初申办的预算是1250亿日票，但是因为物价一直起，预算是增加到2350亿，但是上新的数字佫增加到3187亿。其中政府出钱的部分是超过一半，引起在野党强烈不满，要求岸田内阁爱讲清楚。不过，执政党认为讲日本做地主国主办大阪世博会绝对袂当失败，需要朝野做伙来支持。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前美国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96岁过身，将举行公开悼念仪式。已经99岁前总统卡特亲身到现场送牵手最后一程。在音乐声中，美国前第一夫人罗莎琳·卡特灵柩慢慢进入位于亚特兰大一间教堂，现场有真侪重要人士，那现任总统拜登翁仔某、前总统克林顿翁仔某这人拢出席这场葬礼。已经99岁，正伫接受特殊安宁照护的卡特，也坚持坐轮椅来到现场，要送心爱太太最后一程。看伫骹腿顶面的毯仔，也绣有骄傲的面容。Because he isn't able to speak to you today, I am going to share some of his words about loving and missing her. This is from a letter he wrote 75 years ago while he was serving in the Navy. My darling, every time I have ever been away from you, I have been thrilled when I returned to discover just how wonderful you are. 罗莎琳甲卡特结婚77年，是美国史上婚姻上久的第一家庭。卡特虽然敢伫1977年到1981年做过一任总统，也有翁某2个人伫卡特卸任了后，长期伫做领导工作。罗莎琳更加特别关心心理健康议题，伫美国人民的心中留下美好印象。拜伊20卡特中心有不少民众排队来致意，拜二的追悼会更加有真侪人来。This is history right here. I mean, what she's done as a person and for what she's done for the people with mental health, it's just amazing. She was a trailblazer. But the thing I value about her the most was, and it was spoken of many, many times today, was her compassion and love. So I have enormous respect for her. She's a wonderful role model
for all females. 罗莎玲伫即个月19日新享受96岁，前两月伫拜三以私人的形式为伊举行葬礼。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若讲到名贵的食材，当然就会想到鲍鱼、鱼翅、燕蚵。南非迄边的鲍鱼听讲是又搁大粒、肉又搁 Q。不过因为咱人类掠甲伤超过，这南非的鲍鱼已经强要断种啊。其实南非政府是有为着保育，规定这一年上济干来当掠100吨。不过，干那乡口进口的部分都有2-3千吨，真明显大部分拢是走私的。因为鲍鱼真好价，这看守的高级品5年前1公斤就花到31万台票，这阵价销当然是搁较悬。南非渔民为着加赚外地暗中偷卖，而且当地黑道搁甲这鲍鱼当作货币，甲非法集团交易毒品。若是掠无鲍鱼的时阵，就会走去抢仓库劫货车，造成真济社会乱象。根据 GIATOC 的资料，一年就价达6000万美金的鲍鱼走私。一个是搁大搁肥嫩，风叫做是海味的冠军的南非鲍鱼，是真侪人上爱食的。其中香港和中國是伊上大嘅消費市場。遠古以嚟傳落嚟嘅一個特別係皇帝御用嘅一個菜式啦。咁但係鮑魚咧就係象徵富貴啦、尊貴啦。為着這麼大嘅需求量會當滿足，南非鮑魚過去40年來一直被大量非法的烏白獵偷獵，也成南非鮑魚是成長甲真慢，需要8到10年才會當成長完成，產量有限。1970年代，南非政府捌引進配額制度和刑法來確保野生鮑魚的數量穩定。到80年代尾是漸漸放量，犯罪集團是看準鮑魚的烏市經濟，大量走私非法偷獵，造成鮑魚的數量大減，甚至都要無啊。但連一般漁民嘛在偷獵。There's no other work in Houston, so what other option I would not take? I would obviously, because it's an easy way in poaching. That's what I'm saying. It's all about putting bread on the table. 南非鮑魚合法會當掠的配額，逐年加是100噸，但是根據國際組織第2022年的報告，敢若香港逐年進口南非鮑魚都有2000到3000噸，其中一寡方轉賣去中國、日本、台灣等等。這鮑魚是毋捌感受過海洋，也是大少，養殖場是透過選擇性的生態，調整鮑魚的生命週期，互因一個就會當變大。Our main aim is to get them bigger, faster. And to get the yield up or the taste and the color the client prefers. 野生鮑魚面對生存危機，催生養殖鮑魚的產業出來，但對保育團體建議甲養殖鮑魚野放，業者態度保留。I don't want to start a vicious circle. I put in, someone else takes out, and all ends up with bad people. If government can come up with a plan so we can protect what we put back, we'll be in. 業者講，除了無確定甲養殖鮑魚野放對環境會有啥物影響，嘛希望政府在防止偷獵有閣較濟作為，才袂惡性循環。公視新聞江文編譯。好料的除了鮑魚，官人真濟人賣食羊肉爐。毋過伫咧中國，你食到羊肉、豬肉，真有可能竟然是貓仔肉。中國有動保人士咧找失蹤動物的時陣，是意外救到一大批險仔去互掠去賣貓仔。因為這羊肉是比貓仔肉價真好價，這真濟肉檔就用這貓仔肉加做羊肉賺烏心錢。搶救貓仔的志工，將竹仔條做的籠仔撬開，一隻一隻貓仔才順利為籠仔內走出來。今年33歲，住佇上海的韓家麗，因為家己飼的貓去互偷抱去，為着找找寶貝貓仔的下落，開始加入一個動物保育團體。想袂到伫找貓的過程當中，發現中國的廣東甲廣西有真濟惡心的業者，將4個偷掠來的貓仔抬死了後，摕貓仔肉來賣。就是上千隻貓咪裝在貨車裡面運輸到，可能通過1000多公里左右，1500公里左右，然後路程，然後運送到廣東，每天可能都達到幾十輛的貓車。韓家麗甲一陣動物保育的志工，今年10月佇江蘇的張家港一個墓仔埔，發現貨車頂頭攏是偷掠來的貓仔，通知警方，順利救出將近1000隻貓仔。這個貓有的一看就知影，原本是有主人佇飼的貓，差一點仔就互抬來食。其實惡心的業者會將貓肉加做羊肉還是豬肉來賣，食的人可能根本都唔知影，家己食到的是貓肉。但是因為羊肉的價錢是貓肉的6倍，而且偷掠貓根本就是唔免本錢的生意，所以才有遮濟人會做這種殘忍的代志。
行家嚟講，伊伫調查這偷掠鳥的歹徒的時，目幾禮拜受到真嚴重的威脅。這是一個河南貓販子，他直接找到我的電話，打我電話威脅我，說要開車撞死我。動物保育團體的志工將救出來的鳥仔暫時安置佇鳥仔庇護所，幫這受傷也是破病的鳥仔治療。雖然因願意冒險世界去救鳥，但是敢若靠民間團體的力量，其實效果真有限。因希望中國政府會當立法來制裁這獵鳥、殺鳥的歹徒，才有法度真正解決這種問題。記者甘延恁編譯。航空界有一項新突破，英國維珍航空公司這隻完全用永續燃料的客機是成功飛過大西洋，佇咧美國降落。這是降低航空污染的一項大進展。這永續燃料是啥？有真濟物件攏會當摕來做原料，親像廢油、農業廢料、這番麥豆仔泡，也閣有動物仔的二能攏總會使。後壁就按算佇咧2050年的時陣，甲7成的航空燃料攏總換做永續燃料。安尼就當減少80%的碳排放，嘛會當減少一寡污染。另外，因為伊的效能較好，這代表以後的飛機會當減載寡燃料。不過，因為技術也咧發展，所以講伊的價格是比普通的化石燃料貴3倍至4倍。對咱百姓來講，這上明顯的就是飛機票又閣要起價啊！這是一座由政府資助、無再付費乘客的單座旅程，搭載勞斯萊斯特倫特發動機的維珍航空波音787客機，為倫敦希斯羅機場起飛，飛過大西洋，成功降落佇紐約甘迺迪國際機場。頂禮拜一隻原料航太公司的 G600 公務機，使用100派永續航空燃料，成功飛過大西洋。維珍出行的特別所在是上級航空公司頭一擺以客機使用同款燃料，長途飛行成功。We then will turn to the fuel industry and say, if you can supply it, we've proven it can be done. If you supply it, we will use it. 只是永續航空燃料少，高成本是普通航空燃料的3至5倍，是航空業保證面臨的大挑戰。包括維珍在內的國際飛客境的航空公司攏表示，希望在2030年底之前，永續航空燃料使用比例達到10%。航空業若想要在2050年底之前達到淨零排放，永續航空燃料使用比例要達到65%。There's only 0.1% of the world's aviation fuel is manufactured in a sustainable way. So there's 100 to 150 times scale up required to get to 10%. 永續航空燃料 SAF 會當由包括農作物家庭廢油加食用油等多種來源製成。維珍這座飛行總滿50噸 SAF 使用2種類型燃料，其中88%來自廢油，其他是美國環美製成廢料。在測試加分析了後，英國民航局這個月初批准這座飛行。各有真濟公司參與這個計劃，包括엔진製造商勞斯萊斯加能源大咖英國石油公司。公司新聞吳偉林編譯。香港13座糞掃安排場已經抵到要定啊，不過逐工也是有處理袂完的塑膠糞掃。所以講，香港政府就宣布，對明年4月22世界地球日開始，這店家就袂當提供用一改就單調塑膠餐具。這有一寡咖啡店，嘛開始提供免費的白鐵杯啊，互人客借來用。在香港啉咖啡，即賣會當更加環保。這間咖啡店提供白鐵杯做就，只要下載程式，掃描 QR code 就會當免費使用。袂早登去辦公室來當。營業港府自明年4月22第9日這一天起，會禁止當地28,000外間餐廳甲店家提供用得淡的塑膠餐具，保證當地已經35間咖啡店參與綠色和平的實踐計劃，無過使用塑膠杯。其實可以慢慢去改變，但係你如果嗰間鋪頭係真係有得去，我回收翻個餐具俾佢嘅話，我係 OK，係冇乜問題呢個。即係好似我嚟 Coffee and 呢度飲都係借杯，都已經知道有借杯之後，我就冇再用過佢嗰啲膠杯、紙杯啦。香港政府推動限塑政策，主要是因為當地塑膠糞掃泛濫。2021年，港府平均每工要處理2331噸的塑膠糞掃，相當約70隻，相連大是海洋的重量。即馬13座糞掃的賣場已經低袂落去，另外3座有計到2030年底就會囤滿。問題有偌嚴重，環保局佇香港東北海岸實地考察，扣塑膠糞掃才半工就扣到140公斤，其中包括3000外的塑膠罐啊。同我哋日常生活比較多即棄行為相關嘅垃圾咧，其實個數量一路 keep 住依然都係唔少嘅，可能係啲膠樽啊、餐盒啊、餐具啊、膠袋、膠杯、飲管呢啲垃圾係
一路 keep 住，其實都係香港海邊常見嘅垃圾咯。環保人士認為，唔應該放棄一擺性塑膠餐具，凡是用過多單的材質，包括做杯也應該減少使用。像台灣提供拍謝優惠，鼓勵民眾家己炸環保杯也帶啲參考。台灣推出咗個政策之後，自備杯商家要提供5元台幣差價優惠嘅，係啦，咁就令到佢哋自備杯嘅率咧係由6% 升到去16%嘅。咁你都會見到，其實一個政策嘅推動咧，係會見到好明顯嘅成效。目前在台灣多數縣市都已經禁止飲料店使用一擺性塑膠杯，也是提出CC定，估計當年會當省大約7000到8萬個塑膠杯。安怎減少塑膠本身嘅污染，無論是喺香港還是台灣，同款攏真着急。公視新聞張惠敏編譯。感謝您收看今日嘅新聞世界通，我是蘇比，咱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再會。